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5月2号，我们要分享的是谁在指引人生的方向。我们要读士师记18章1到5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上帝，我们这一次的探查会不会成功？士师记18章第5节。以前要去小组聚会的时候，总会经过一个算命的摊位。有时呢，我看到这位中年女子孤独地坐在摊位上注视着我。当我路过的时候，她就会看着我，我也会看着她，但是看一下我就继续往前走。似乎她希望路过的人能够停下脚步来寻求她的指引。有时候我经过的时候也会看到偶尔有人坐在她的摊位上面来寻求她的帮助。但是我不知道他能够对他指引什么样的方向。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提到，原来不只是少年利未人流离失所，寻求未来的方向和居所。以色列但这个支派，整个支派也是居无定所，因为他们没有得地为业。他们需要重新寻找土地，他们置上主的安排于不顾，不得上主赐给他们的土地，反而呢，我们要看到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未来的方向和他们要定居的土地。在18章的记述与当年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技术手法是一样，以达到讽刺的效果。5个但人的探子遇见少年利未人时，向他问了3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3个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生命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谁是你生命的主宰呢？谁为你的生命负责？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生命的意向，你的方向是什么？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你在这里，你得什么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由神所赐，而唯当我们活出受造的目的，才能够活出生命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但人的探子发现少年利未人是做祭司的，便带着算命的心态，请他求问上帝，他们未来的道路是否能够亨通顺利呢？当但人问他为何在这里，少年利未人就回答：是米迦安排的，他聘我做他的祭司。弟兄姐妹，祭司不是侍奉上帝、敬畏上帝的，但竟然已沦为聘雇的交易。这种心态和价值为叙述往后的发展留下了一些的伏笔。利未人给但人的回答：平安地去吧，上主会在你们的旅途中看顾你们。
我们并没有看到利未人求问上帝的过程啊，至少他祷告一下嘛。但是他就立刻回复他们平安亨通的信息。然而我们如果往后继续看下去，其实我们就知道这并不是出于上主的引导，并且造成但支派往后他接受了从人来的引导，以为是上帝的指引，他们设立了祭坛，崇拜偶像，将信仰偶像化。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的吩咐，得地为业，却照着自己的心意任意而行，走向世俗化，远离上帝的恩典跟同在。这是在这段经文在往后的几章，我们都看到他们离弃了上帝，心中没有上帝，就任意而行。我们来默想当但支派这些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他们人生的方向，结果他们远离了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那你是依靠什么来寻求你人生的方向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掌管我们生命和未来的天父上帝，人计划自己的道路，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在引导人的脚步。我愿意将一切的事交托在你的手中，顺服你的带领，相信你必指引我的道路，走向你为我预备的恩典之地。我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